继续我来看金曲奖嘅一位呢列波图，他喺电视之前推出的歌舞剧《刘三妹》，本过到观众如讲非常贴拍到。第尾做刘三妹也嘅主角嘅李清照私人剧团编导刘良人，而去年呢初七考剧场音乐人上台，呢位也喺金曲奖传统艺术音乐作品类千佳专辑制作人奖、最佳跨界音乐专辑人奖，特别最佳编曲人奖。对日本呢位有按到被对手，刘良人讲，一年只系一集四剧场，是第二位都系看天呢。舞台顶电光昏暗，失败了一种电影，用冷水球嘅解错切口，用坚强嘅方式唱出嚟凄凉和孤单。对中外冷小说兼手机改编解错切口，系刘良边提出发起剧场3点钟9改编嘅呈现。一个寡妇从早上抱怨到晚上，对，那京剧是一个形式，就是一个让这整个抱怨变得有节奏性的一个形式。早上泼妇骂街，然后中午跟朋友打牌，然后把人家气走，又把下人全部都支走，就是说我要死了，我要死，你们都不要理我好了。2005年提出摆推出嘅错切口，去年就加入的性感元素，过去摆改编，还将剧场人物60年上台。沿途刘良边礼拜每日为了提出9届金曲奖传统老艺术人物作品类。最佳展示剧作人奖，然后最佳跨界人物展示奖。音乐很重要啊，音乐就是尤其是以曹七巧这个戏为例，它其实就是节奏。像这种戏，就是说独白的戏，而且语言这么多的戏，如果没有音乐去规定那个节拍的话，其实看不太下去。对，好嘅人物唔但参与花两点时嘅作中，还硬系鬼出戏嘅年份，只不过还用有产图、有前卫嘅表演形式。观众的反应也动貌群众。陈怡慧的音乐其实非常的就很现代乐派这样子，就是很多时候是无调的，钢琴弹钢琴的，歌唱歌的，这样2条线这样走，其实观众接收到的东西跟一般听京剧的时候是不一样的。前来北京顺派发弹，各建教主唱，用剑桥到钢琴，观察鬼出戏，这段音乐呈现出汉雅腔嘅生命力、老感染力。呢就係劉良邊擅長結合各種冇群眾嘅元素，創出本人想唔到嘅方法。下個新聞總指揮林秋蓮特別報道。